中，或者我得以从死里复活，表达了什么意思 ？A. 保罗不肯定信徒会复活。B. 保罗不认为自己会复活。C. 保罗认为只有将信心坚持到底，才能在复活上有份。D. 就是保罗认为在丢弃万事才可以复活。好，知道答案的请举手。快点踊跃一点，请说。他都看不到这里了。C. 保罗认为只有将信心坚持到底，才能够复活有份，对不对？是，答对了。剩5分钟。好，这题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的一个情况，耶稣断气后，殿里的幔子 A 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B 从左到右裂为两半 ，C 从下到上裂为两半。第四，没有裂开，却掉下来。A 是不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不对？哇，这是答对了哈，答对了。这个更简单，开会给80岁的老姊妹、老弟兄，好不好？来，祭司长给了犹大多少钱，使犹大愿意来出卖耶稣？你80了吗？有没有承认80岁的哈？有没有？美心教会真的是有时候那脸皮有点厚厚的，有没有？在30年的时候我就发现。有没有？有没有？来，阿嬷，多少钱？啊？50还30？30，答对了。阿嬷都知道30块就能够卖耶稣了，是不是？好，再来，剩4分钟。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什么字 ？A 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B 犹太人的王。C 犹太人的弥赛亚。D 拿撒勒人耶稣。还有80岁的阿妈吗？哪位80岁的阿公。阿妈举手，80岁举手啊！好了，他们说开放给阿妈就给阿妈来吼，有没有？有，好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第二，犹太人的王。第三，犹太人的弥赛亚。第四，拿撒勒人基督。第几？犹太人的王。好，这是道理了。非常的简单哈，我们开放成90岁的阿公阿嬷，有没有90岁的阿公阿嬷？等一下要请牧师来验明正身哦，这个更简单。好，来，我们来看看哈，不然的话5岁以下的也可以啦。好，有没有5岁以下的？有在哪里？那边哦，那边有要举手要会弹的。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人跑去用海龙浇了什么东西给耶稣喝？我不提供答案，请自己提供答案。90岁嘞？有没有？没有啊。好，来，等一下，那一位小朋友是谁？哇，他都不理我嘞，不然我要把机会让给他。好，来，什么？我没有听到醋啊，是妈妈在讲醋啊，那我就吃醋了啊。是醋吗？是哈，这是葡萄汁哦，是葡萄汁哈。好啦，我们这有最年长的，也有最幼小的，对不对哈？我们还是给幼小的一个赞的鼓励哦。好，就是醋。
好了，还是放水题哈，这个大家举手来，我就不开放给那个90岁或是5岁以下的哈。最后的彼得在什么情况之下3次不认主？他在什么情况之下3次不认主？在什么情况之下3次不认主？当然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个耶稣的那个门徒，对，大家都知道哈。好，他听了什么动物叫了以后3次不认主？不是，这个我以为大家都举手了，不然你来点好不好？不要做坏人。好，下来，放下，好，放下来。好，我点名。72年次出生的人举手。哪有那个都是85年次的还在70？那也不是啊。好，那我们现在就开放了，因为今天很多人在我们前面哈。刚才是哪里的呢？那边没有猜到哈，对不对哈？好，就拍一个，我们正后面最高面那一个，刚才没有猜到，就请教你们一下，就是彼得在什么情况下3次不认主？第一个吼叫，第二个牛叫，第三个猪叫，第四个鸡叫，请说。好，那个什么叫？鸡叫哦！到底谁对？我都不晓得嘞。但是我看他手指的最高最远。好，就在那个最高最对，就是你。来，那边在山东那个白色的阿公那里来。好了，最后了51分了哈。好，因为这里还有2个。好，不好意思，真的，我们的那个阿春牧师给我的那个题目全部完成了，结果我的箱子里面还有3个，大家没有机会猜，还是送给我自己好了。没有，开玩笑的啦。好，出个题目，来，我们请我们的王庆龙牧师来出个题目。我的题目很简单，还有3个题目嘛哈。我要讲到耶稣钉在十字架的这个题目啊。今天虽然是复活节，但是我要回到之前，我要问很简单哦，就一个答案了哈。请问，耶稣是在十字架上是几点断气的？好，等一下，好，请举手。那个后面那个最高很帅的那个男生有戴口罩，好像有一点像歹徒哦。把那个拉起来，我们认一下你是谁？宝山教会的信徒。好，你说几点？3点。凌晨3点。下午3点。好，打慢打好，对不对？好，你们说都对不对了？我的要求啊。我们李牧师问你要出题目了，李牧师要做功课呢，2位李牧师呢，我们李张才牧师好了吧？好来，我们李牧师。耶稣后来复活之后，他向7个门徒显现，后来就看到说，你们正在打鱼哈，然后呢，他们就撒网之后呢，请问那一次的撒网之后，他总共拿到了多少条鱼？第一个案是150条，第二个是152条，第3个答案是154条，第4个是153条，第5个是没有条。答案1、2、3。哇，我在那一边呢。来，那个穿紫色衣服的。153，答案正确吗？好，答案正确。好，是我自己没有出题目也错啊，对不对哈？那我要出题目，我的题目也是很简单，最后一题。耶稣第3天复活以后，在世上让人看见，都让百姓，我们的门徒也看见，都百姓看见，在地上这样子出现
多少的天数？几天，对不对？哎，请不要把答案讲出来哦。哎，我看到那么多的那个，我不要选哪一个了哈。我们就以那个先举手，现在先举手都不算了，我还没讲举手的时候，先举手都不对啊。所以说我当讲说举手的时候呢，举手那就对了，手。那个女生比你快，几天？4天，40天，哦，40天了，答对了，我们今天3集节目完全圆满结束。好，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谢谢东亮执事这么精彩又诙谐的主持，很棒啊！原来举手是这样，举手是这样，举手的，好特别啊 ！OK， 感谢主啊！在这个时间上，我们邀请这个喜乐合唱团，他们是伊甸园喜乐合唱团来做诗歌的见证，好，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服事中，可以看见他们的黑夜比白天更美。但是希望我们能够趁着白昼的当中去行见耶稣。天上的祝福，我们这个时候就交给喜乐合唱团来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聚集。我们再次掌声。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午安。Logos， 你们也知道，你们不是啊？也有傣亚吧？傣亚举个手，我看一下。我怎么张那么大的眼睛还是看不到？OK， 好，请我们每一位团员简单自我介绍，时间很宝贵，每个人半个钟头啊！来，我们男低音来。然后，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喜乐合唱团的男低音，我的名字叫做林福德是台东的卢凯族。沙包，刚刚沙包听不懂啊？不懂哦。没有听懂沙包的意思就是爱我一样嘛。你好，听起来很像傻包呢，不敢承认你是做沙包的。今天非常的荣幸啊，参加这场活动呢，在这边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这位真神。那今天是复活节哈，那真的是我们重新得到新的生命，要感谢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认识主，我一直觉得是我这一生最美的祝福。那也很愿意跟很多的朋友们来分享我们信主的过程，然后追随这位真神，能够得到新的生命。那希望我们喜乐的歌声在今天的午后呢，能够带给大家满满的喜乐，祝福大家，谢谢。加油，三一哥！我是台东法福棍东河。东河包子哈。好，我是喜乐男中音，我的名字叫南河路。谢谢。来好，大家好，大家平安。我在喜乐里面担任的是第二男高音second tenor 我的名字叫许秀柱不要叫我洪秀柱我也是台东的，台东很多个原住民，台东也是很多盲人。我看你就像那个台东的卑鄙的男人主。我是那个不用骂的，在
过的没有不用骂。看到了好多举手，拍手一下。好，感谢主，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喜乐平安。哈利路亚！谢谢。好，大家平安。哎，这个我刚才已经问过了哦，感觉好像哦，这个阿密斯比较多一点哦，啊，这个阿密斯为什么比较多？啊，就人口众多嘛，就是比较会生呐、他们卑南族比较不会生，哦，我们泰雅族也很会生呐、哦，从这个宜兰一直跑到哪里？从宜兰到台北，哦，一直到新竹，一直到台中，哦，这个阿密斯也不少呢，哦。好，但是呢，我们4位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耶稣族的啦，我们在场的是不是我们都是属耶稣的？阿门。其实原住民不管是哪一族，只要不要是睡眠不足其实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阿门。好，我们是喜乐合唱团。那我们的特色呢，除了我们都是原住民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色我们都是看不到的。看不到眼睛的听得懂吗？不是眼睛看不到，是看不到眼睛了解，你们明白我的了解哦。好，很好。好，感谢主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伴奏他不是这个原住民但是他也是看得见的，大家不要去带他我们的肖光浩老师来。好了，我们下面的我们的行政同工这个出生在台东，感觉很像原住民，但是他不承认她是我们的林贝佳姐妹她那个身材很像阿密斯的啦对不对？像我旁边这个身材就叫不用骂对，这个每一族都有特色的像我这种就像泰雅族，比较瘦一点。但是泰雅族最瘦。对。好，那我们要来敬拜，因为今天是复活节，主复活的大能使一群原本在黑暗中，过去呢，我们是弱势中的弱势，为什么？因为是原住民从小呢就受到很多的不方便那又加上眼睛看不到就受到很多的障碍。所以呢，因为认识主以后呢，我们就走出黑暗，迎向光明。所以神主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用心看世界，看到上帝的爱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就要带来一首喜乐的歌这首歌就叫《喜乐之歌》，希望你听了也能够充满满足的喜乐，好不好？好，我们来听这首《喜乐之歌》。莫道青山绿水我看不见，我的唱的浪里传莫道浪子千后无人春风拂面，为我送来多少香甜。莫道我无法看到你的笑颜，你的温馨语流常在我
让我的歌声伴你身边。爱在人间，爱在人间，喜乐充满心田。爱在人间，爱在人间，喜乐充满心田。喜乐常驻身边。你们喜乐吗？谢谢主，因为我们喜乐唱团，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也跟我们一样，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能够喜乐。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也要喜乐，哈利路亚！就好像保罗他说，我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我们要喜乐。感谢神，他要在软弱人的身上来彰显他的恩典。他使瞎眼看得见，使瘸腿的人能够行走。我们的创办人刘姐，她也是坐在轮椅上的人，但是她有一个恩赐，就是很会写字，很会写书，写很多的故事，在她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喜乐。她也成立了我们这样一个团队，能够传福音，有好的生命。能够影响生命。接下来我们要来唱他的祷告词，他希望来亲近神，来向神来祷告，求上帝跟他一样，每个人得着上帝的平安喜乐，我的心也一样。
少年的在气息中甜蜜，主啊，我的心也一样，孩子的照顾爱平安无忧，主啊，我的心也一样，我的心也一样，我的心也一样等候着主的呼唤，向往主怀的温暖。我的心也一样，我的心也一样等候着主的呼唤，向往主怀的温暖。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能够得救。不用1块钱，也不用1万块钱，我们就能够得着这样的平安喜乐，就是把耶稣的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原本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一群失照朋友，我们常常在黑暗的里面哭泣，我们在黑暗的里面跌跌撞撞。但是感谢神，这是上帝的爱垂恤我们，他怜悯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一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喜乐唱团，我们已经成立了第31年，进入在32年。我们在这个32年的里面，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行万里路，我们也跑遍许多的国家。这是上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因为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的神，我们来见证他的爱，见证上帝的恩典。接下来我们要来唱的歌曲是《超越的恩典》。大过我所有失败。
作乐器，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上帝所给我们的这样的祝福。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团长还有舞蹈弟兄，然后拍手一下啊。好，哎，这个是什么？什么乐器？哇，大家这个很清楚明白呢哦。哦，这个是泰雅族的 soprano。这他那个是卢凯族的 alto。他那个是爱喝酒，我这个是爱吃槟榔，但是现在都改了这样子哦。我这验证那你看我们唱歌有没有看谱？有没有？没有。偷偷跟你们讲，不要跟人家讲哦。盲人唱歌看谱会越唱越离谱。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谁在掌管明天。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就不惧怕。所以我们萨克斯风的第一首合奏曲要吹的就是《我知谁掌管明天》。